我走下舞台。姑娘，坐下说话。顾言的父亲叫住我，声音很低。我站了7年，终于站直了。顾总，您儿子昨晚在宋瑶公寓过的夜，今天早上8点，他穿着同一件衬衫来化妆间亲我的额头。顾父的脸沉了，顾母不说话。宋瑶站在3步外，咬着嘴唇。你血口喷人！我把手机屏幕亮给他看，昨晚11点43分，他发给宋瑶的消息。他睡了，我过来。他的表情从愤怒变成空白。宋瑶转身要走。瑶瑶，你别走，你走了，谁演今天的新娘？他停住了，整个大厅像被按了暂停键。我拉过一把椅子，坐下来，翘起腿。婚纱太长了，我低头看了一眼裙摆上沾的灰，真脏。